好，看倒来咱台湾国内哦，咱台湾的劳工感染是一个过劳。根据劳动部统计，包括一档落来安尼正常甲加班的总工时，去年是达到2030.4点钟，这是连续第4年来增加哦。劳团就呼吁劳动部讲，应该爱先改善薪水少，也搁有一个工课的劳动条件，莫互劳工伫下班了后，也搁爱做事趁月劳啊。劳动部统计，2024年年总工时达到2030.4点钟，已经是第4年连续增加。劳团明确表示，台湾是过劳之岛，欠工是借口。从一周48小时，双周84到一例一休这样的一个缩短工时的趋势，理论上台湾年总工时应该要下降才对啊。那显然台湾的劳工到目前为止还必须用加班来换得更高的这个报酬，改善这个低薪的问题以及增加劳工可支配的这样的一个休假也就是譬如说特休假都是个方向。根据统计，2021年因为实施3批警戒，包含正常甲加班的年总工时减少到史上上低1999.2点钟。不过，即马产业复苏，2022年、2023年甲2024年工时也一直增加。2024年佫达到2030.4点钟，甚至比疫情之前2019年的2015.6点钟要佫较悬。他在旺季的时候就叫员工加班，只给你补休。淡季之中呢，难免会有一些差单，你要补休，他也不会让你补。现在劳动部有个声音说，那我们可以把那个特休假提高。可是你知道，台湾的企业平均大概13年就阵亡了，特休假能30天的并不多。不管政府无顾劳工权益，劳团认为因为低薪水、甲劳动条件歹这个问题，互即卖劳工转职率悬。劳工院主无法度立即，甲增加特休比起来，应该用增加固定假日来思考。如果回到全时工作来对比的话，那我们大概全时工作者的一周平均工时大概是41小时左右。那比起日本、韩国的42小时、43小时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都还是比他们还是好一点的。劳动部表示，各类劳工需求应该兼顾一致性甲公平性，佮尊重主管机关内政部的意见。内政部是认为，放假日这就影响真大，应该是国家整体利益综合评估，做上适当的规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